安省政府希望將尼加拉瀑布地區建設為北方嘅拉斯維加斯，但係當地嘅海洋公園並未包括喺計劃之內。張桂儀報導。安省杜格福特政府希望喺尼亞加拉地區建設一個大型遊樂園，作為尼亞加拉發展戰略嘅標誌性景點。但係省府話，新遊樂園可以起喺任何地方，並唔需要使用 Marineland 海洋公園現有嘅基礎設施。Marineland 自舊年就開始出售，目前尚未宣布交易。近年嚟，該公園發生咗一系列海洋哺乳動物死亡事件，安省司法機構正進行長達4年嘅調查。杜格福特政府話，希望將尼亞加拉轉變為北方的拉斯維加斯計劃，仲包括推動喺該地區建設國際機場、增加酒店、擴展區域內嘅公共交通，以及增加從多倫多出發嘅高火車等。同時仲希望擴展當地博彩同賭場運營。